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机车退出到人行道已经看真侪年了。内政部按算要修法，要甲人行道行互行人。未来这个人行道不爱搁来设机车的停车格，也毋过换机车走噗噗跳咯。安尼一来，机车的停车位敢有够停咧？ 机车族未来想要找停车位，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，因为内政部正研议呢，未来人行道原则上是不能够划设停车格。内政部依据市区道路甲附属工程设计标准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16条增订第6款，人行道原则无设置机车的停车格，要为一定要经过主管机关的同意，将来修法了后，在人行道顶面停满乌托邦景象将会消失，嘛提供过路人更较安全的环境。 尊重行人的这个行的权利的话，那就是其实都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。我想地方政府也可以有相关的一些弹性。那行人需要人行道，台湾嘛面临高龄化的社会，塞轮椅的囡仔车，伫人行道面顶你行袂输参加障碍赛。也毋过乌托邦贴出顶下卡人行道已经画足侪档啊，却是无法度落实。主要原因是台湾的机车族人口有够多，各方面拢爱考虑到。 机车族很广泛，会不会担心影响选票啊？我想，一个安全的事情，当我们这个做得好的话，那不但不会流失选票，应该会往这边集中才对吧？要安怎伫过路人用路空间以及照顾机车族之间处理平衡，考验到中央甲地方政府的智慧。